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1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今天5月19号国家统计局公布了4月份的房地产相关的关键数据尤其是房价，还有这个房地产投资。国家统计局说4月份各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或略降。你看这个真的是中国的文字可以说是博大精深他换个说法，他就不给你好好说，你自己转个弯去。4月份各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也就是房价环比就是跟3月份比持平或者略降，换种说法就是没涨，持平或略降。你看看对这个房地产呵护之心以这个可见一斑。5月19日，国家统计局披露数据，2025年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各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或略降，同比降幅均持续收窄，就是跟去年4月份比降幅小了一点，那就还是在降那我就在想那从去年9月份到今年，这救市合着救了个寂寞因为你跟去年4月份比还是在降嘛，稳住了吗？这可不是我说的，这是统计局说的如果说去年9月份开始这个救楼市如果起到了好的效果，真的是叫止跌回稳，那今年4月份的房价不应该比去年4月份低因为中间你不是经历了这个大半年的救市吗？这个媒体中介天天都是房价在涨每天都是日光盘每天都是那个房东后悔要加价每天都是各个地方二手房都是暴涨，交易量暴增这合着到最后成绩单一出来，统计局公布的数字4月份比去年4月份还是下降，只是降幅小了一点。所以说对吧，天天在那儿载歌载舞，天天那个媒体中介就开始忽悠了谁呢？我们看这个统计局它具体的说法第一个，它是各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或略降。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上涨 0.1 转为持平，其中北京和上海分别上涨 0.1% 和 0.5%， 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 0.2% 和 0.1%。4个一线城市北京是比3月份涨了 0.1%， 那么上海是涨了 0.5%。 这个上海是特例咱们以前一直说上海你把单独拿出来，因为它那个日光盘太厉害了，动不动黄浦区对吧，什么黄浦江边上4000万5000万一套的房子都是日光，20万一套的1平米的房子都是抢购那你说对它新房的价格影响太大北京涨了 0.1%， 大家还记得吧？去年9月份救楼市的时候，我在节目里面一直说北京上海的刚需房比较麻烦了，就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是买呢还是不买？买吧又怕它以后价格跌，不买吧它好像感觉它价格要涨，大家还记得吧？对吧？我一直说对北京上海的刚需房来说到了两难的时候，但是其他城市的那就一个字等，对吧？我在节目里面很明确的说，你看看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 0.2% 和 0.1%， 环比这同比更是下降的，也就是说一线城市只有北京上海勉勉强强它那个环比价格是涨着的，涨得也不多，所以对刚需房来说呢，它就比较犹豫了，你不买吧它感觉它要买吧它就担心它跌，实际上一买确实跌这确实这样，你不买的价格确实在涨，那新房的价格就是在涨，但是你一买了之后你发现它价格就开始跌了，这就是韭菜的命了，没有办法，因为韭菜买的都是那种核心地段的房子，你不敢买你没钱，所以你买那个地方房子你不买的时候它在涨，买它就跌，因为你一买之后它变成二手它就是在跌，对吧？新房勉强维持，这没办法。但是我们要知道北京和上海它那个政策还没出完，对吧？它现在还是限购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放开限购，或者它限购的这个力度就小了，它那房价还又能稳住一会儿。但是其他的城市对吧？广州、深圳这些基本上政策都用完了，也只有跌这么一条路。这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与上月相同。3、4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0.2 个百分点，降幅与上月相同。也就是3线城市那个价格是一直在下降环比都在下降，就没稳过。这是新房也就是记住了，新房也就是北京、上海环比是微涨，剩下的其他城市基本上都在降，只是降的幅度大还是小也部分城市持平。4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上涨 0.2 转为下降 0.2， 这个是二手房其中上海是上涨 0.1， 广州持平，北京和深圳分别下降 0.6 和 0.3。 你看我刚才说了吗？北京的二手房那新房对吧，你要不买它就涨，你要一买它变成二手房，你看北京二手房环比下降 0.6%，
上海是特例啊，它二手房它也上涨0.1%，深圳市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都在下降。好，2线、3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下降0.4个百分点，并且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0.2和0.1个百分点，这是环比啊，记住了，2线城市往下的二手房降幅加大，这个房价实际上这个就是非常不好的现象了。我在以前节目是不是说这到了4月份、5月份，房价恐怕要加速下跌这不就是加速下跌吗？比上个月分别扩大0.2和0.1个百分点。那我们再看同比也就是跟去年4月份相比，4月份1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2.1%，降幅比上月收窄0.7个百分点，其中上海上涨5.9%，我还是那句话上海是特例。北京、广州、深圳分别下降5%、6.3%和3%，就是跟去年4月份相比北京、广州、深圳的房价新房价格都是下降2、3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下降3.9%、5.4%，降幅分别收窄0.5和0.3个百分点。也就是你要说救市没有效果也不对，它救市还是有效果的。也就是说这个房价下降的这个幅度速度慢了，这个速度慢了，确实给人一种印象，恐怕是在寻底了就是这是同比但是你要说底是不是就到了？探底和就是底这两概念，底在哪不知道现在只是说这个下降的速度慢了一点，那恐怕是不是未来1年、2年、3年就触底了？这个有待于观察那4月份这个二手房1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3.2%，降幅比上月收窄0.9个百分点，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1%、0.6%、7%和3.7%。2、3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下降6.5%和7.4%，降幅分别收窄0.5和0.4个百分点。可以这么说吧，除了上海这个特例之外，其他的城市房价都是要么是加速下跌呢，要么就是摇摇欲坠。也就是北京然后这个广州、深圳同比环比好像都在降，无非就降的少一点。这个统计局告诉我们这4月份这个房地产市场是什么一个情况？就是房价。所以那些什么新1线城市、什么网红城市、什么房价逆风飞扬，那恐怕都是中介在那儿吹的，媒体乱吹或者是个别那个核心地段那个房价涨了，但是大部分都在下降。这是统计局的数据如果我们要考虑到4月份很多新房它都是那个叫什么第4代住宅或者这么说吧，4月份卖的房子很多项目的得房率是不是都是100%、120%？在这种情况下，这个4月份新房价格还下降了，那说明什么？怪不得二手房降幅更大。所以5月份如果不出台政策的话，那恐怕只有加速下跌，就是跌得更厉害，很有可能5月份要出台新的政策，也就是中介媒体所宣传的这个小阳春，反正4月是没有的。这个道理比较好懂大家想一想就明白了。也就是刚需房急着买房的人是有限的，对吧？也就是手上还有钱敢买房的人，这个人数是有限。然后你9月份开始你出台很多政策，实际上就是把后面这些要买房的提前了。他在去年10月、11月，对吧？你放开了吗？很多地方不限购了，然后给的政策是吧？利息降了等等这个首付比例降，你一系列这些政策，你说白了是把你后面本来是今年4月、5月买房的人，他提前了而已，他在去年已经买完了，提前收割这些韭菜。那到了4月份，那自然他那个买房人就少了，房价也扛不住同比、环比新房价格都在下降，就已经说明问题了另外一个4月份这个情况就说明这个9月份的新政这个效果已经没有了如果要把这个楼市稳住5月份恐怕要出新的政策。我们再看看这个房地产投资，还是统计局的数据国家统计局5月19日公布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类累计同比增长4%，1到4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27730亿元，同比下降10.3%，其中住宅投资21179亿元，同比下降9.6%。房地产这下降幅度太大就是同比下降了10%。去年10月份是吧？我记得有专家说房地产稳住了，不知道面对统计局这个数字他现在能不能得出一个房地产稳住了这么一个概念？还是统计局数字1到4月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28262万平方米，同比下降2.8%，降幅比1到
到3月份收窄0.2个百分点，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2.1%，新建商品房销售额27035亿元，下降3.2%，其中住宅销售额下降1.9%。4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78142万平方米，比3月末减少522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待售面积减少455万平方米。总之啊，统计局的4月份的这个数字啊，你很难说楼市止跌回稳。国家统计局发言人说啊，好房子需求不断扩大，促进房地产回稳仍需继续努力。这个说的比较委婉啊，比较含蓄。实际上他这个说法就是房地产还没稳住嘛。他说促进房地产回稳仍需继续努力，那不就是还没有回稳吗？还要努力吗？这个相关视频大家自己找着去看啊，这是统计局的发言人说的，还是那个观点啊，观点不变，也就是你是北京、上海的北漂刚需房，这个恐怕就比较焦虑，买还是不买？其他地方的啊都可以等，不要被中介啊忽悠，不要被那些炒房的在那儿忽悠，不要被媒体一宣传呢头脑发热，对吧？可以再等一等。我们再看看啊，这个央视网啊，它今天有个报道，然后我看很多其他媒体也转发了。他这个报道说的就是老年人租房难。我记得我以前节目也介绍过，第一财经日报转发啊，它的标题叫租房不租给老人成市场潜规则，找不到合适房子成老年人租房痛点。80多岁了还租房住，赵丽芬在给80多岁的老母亲找房时，这是她听过最多的一句话。我们看看这个央视网是怎么说的啊？63岁的赵丽芬原本和母亲住在河北张家口，由于在北京工作的女儿最近生了2胎，你看也是响应国家号召啊，生了2胎，那可真够厉害的，在北京有勇气生2胎啊。那为了帮小两口带娃，那这个赵丽芬呢，那作为外婆啊，从2024年底开始，她就频繁往返于北京和张家口之间。女儿家面积有40多平米，只有1间卧室，赵丽芬来后只能挤在客厅的沙发上。老家那边，赵丽芬80多岁的母亲腿脚不便，精神不好，也需要人照顾。所以我就觉得好奇怪啊，她女儿为什么要2胎呢？人跟人真是不一样啊。在北京的房子只有40平，完了她生2胎，一头是女儿，一头是母亲，赵丽芬两难之间。那个你看啊，她指望着她妈赵丽芬来带孩子，但是她妈还有妈要管呢，也就是说她家庭条件也不是特别好。这个赵丽芬啊就想到在北京租房，把老母亲接来照看，这样能同时照顾母亲和女儿，还省去了2程往返的麻烦。在女儿的支持下，赵丽芬联系了多位房东，但房东在得知租户一事冒跌之年后，都拒绝了她，也找了大一些的租房平台，却被告知合租者超过40岁，整租者超过60岁，租户不能签约。也就是你找那些那个什么租房平台啊，你超过40岁就不能合租了，你一个人单独租一套房子，那你也不能超过60岁。赵丽芬又跑了几家中介，对方都在留下联系方式后杳无音信。最后在女儿多方联络下，赵丽芬给母亲租下了女儿同事一套商住2用型开间。谈起房东拒绝租房的理由，赵丽芬滔滔不绝，担心老人在家出意外，担心家具家电被损坏，担心老人爱囤积杂物，担心老人无法长期续租。有一位房东甚至直接告诉我，宁可房子空着也不租给老人。赵丽芬对这句话印象最深。在拒绝租房给老人的房东中，韩立群或许是态度最坚决的人之一。去年夏天，他将房子租给了一位72岁的独居大爷，他说那是噩梦的开始。头1个月，韩立群经常接到租户的电话，不是煤气坏了，就是灯泡不亮，要么就是洗衣机不甩干了。韩立群每次都要自己过去，或者约维修师傅去修，1个月里修了12次。很多时候不是东西坏了，而是他不会用。你看，也就是租给老年人事多啊。起先韩立群会耐心的教会租户使用方法，但他发现租户老大爷记性不好，学完就忘，而韩立群工作繁忙，经常加班到晚上，后来只能委托物业帮助老大爷修理家电。平静了一段时间，今年年初，韩立群突然接到物业电话，告知老大爷在家摔倒了，正在送医院抢救。你说说这不叫事多吗？很害怕，一方面会担心租户出事，另一方面也怕万一老爷子遇到不测，房子以后没法租了。韩立群说啊，房子空着，我1个月就是少挣2-3千，但是有这么万一房子租不出去不说，我可能还被讹诈，所以租约一满我就没有再续约。这个刘雨林已经在某房产中介工作7年，据他介绍，在他接触过的房东里，有
有80%在登记时会明确表示不租给老人。行业内甚至还有65岁禁租令，会对65岁以上老人租房设立严格限制，甚至直接拒绝他们租房。即使通过了子女代签、签署所谓免责声明等途径租到房子，也并不意味着老人可以高枕无忧，他们往往还面临着租金大幅上涨的风险。北京、上海等城市超2/3中介机构对60岁以上老人设限，部分平台将60岁以上租客自动归类为高风险群体。68%的房东认为老年租客生活习惯难磨合，45%担忧房屋维修成本增加，部分品牌公寓甚至明文规定限18到40岁的租客。找不到合适的房子是老年人租房的另一大痛点。这个老年人租房还有限制啊，你比如那个小高层没有电梯，那他租4层、5层、6层那就很麻烦，有的人爬不上去啊，上下楼梯的麻烦。当下租房市场房源大多针对年轻人，很少有适老化的相关设计，比如无障碍通道、紧急呼救设施等。刘永林表示租赁市场结构性失衡，让老人在老破小和拒租赁的夹缝中艰难挣扎。从家乡内蒙古通辽来京打拼的张雨萌，这几个月为了找到适合母亲的房子，快要跑断腿。2025年春节后，张雨萌在所居住的街道一共看过8个小区，总计25套房，从老破小看到高层住宅。张雨萌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外出看房，但至今仍未找到心仪的房子。年轻时事故导致张雨萌的母亲腿部残疾，平时依靠轮椅出行。2024年父亲去世，张雨萌想把母亲接到身边照顾，但因为自己合租的房子没有电梯，没办法与母亲同住，所以张雨萌开始寻找适合自己和母亲共同居住的房子，也就是那个单元门的门口啊有斜坡，对吧？到电梯口最好是无障碍，轮椅能推过去。但是就这么简单的要求啊，不是所有的小区都能满足。很多小区啊，那个单元门门口它是没有那种无障碍那个坡道的，它都是那个台阶。这个文章的后面说啊，让老人租上好房子。房屋租赁市场中，需求端的老年人数量正在快速增长。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65岁以上独居老年人数量为2994万人，是2000年的3.8倍。从家庭户数来看，60岁以上的独居老人3729万户，占有老年人家庭的21%。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19.8%的城市独居老人依赖租房。2021年我国29.9%的老年人没有产权属于自己或者配偶的住房，解决老年人租房难题迫在眉睫。除了政策上的建设公租房、保障房，一些大的租赁平台也可以推出针对老年租户的产品，提供灵活的租期，也可以参考国外代际合租的模式，让老人和学生合租，实现共赢，那就是让学生给老人提供服务啊。替母亲找房的赵丽芬认为，破除偏见同样重要，衰老不应该是被市场拒之门外的，毕竟我们都会有衰老的那一天。为当下老人改善居住生活，也是在为我们将来铺路。怎么说呢？老年人租房本身就是个这个是客观事实啊，这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事实上啊，就是老年人总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导致他没有办法独自生活。你比如这篇文章里介绍的赵丽芬，对吧？又要替女儿照顾孩子，完了上面还有母亲要照顾，你说怎么办？所以各有各的原因。但是我们是提倡啊，就是我是提倡老年人呢应该搬出大城市，去小城市，对吧？你比如说广东、清远、北海，我是举例子啊，就这地方房价也不高，如果你嫌这个楼房住的不舒服，你可以买院或者租院又不贵，何必在大城市，对吧？在那儿挤着，然后跟年轻人抢资源呢？很多老年人啊，大清早的不睡觉，要挤地铁、挤公交，不知道去干啥，有的去看病吧，去医院，有的跑了去公园，有的去菜场买菜。就是我认为啊，这身体允许的这些老年人都应该啊离开大城市，去那些3线城市待着，那个地方的房价也不贵，租房又便宜，你可以租个大房子，你可以住1楼、住2楼。我说的是身体允许的啊，把那个大城市啊让出给年轻人。那年轻人要上班啊，要挣钱啊，要打拼啊，你何必跟他们抢那个早高峰的地铁呢？完了还让人要求人家给你让座，对吧？以胡一进老师为首的啊，最好带个头，主动离开北京，对吧？他在哪儿都能发微博，只要有网就行。这里面有一群人啊，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应该让自己啊，要保证身体健康，对吧？你不能到时候不能动了，那就麻烦了。你只要
要身体健康，对吧？那我们没有必要是非固定在大城市啊，就等到你退休了，那你就主动的离开啊，对吧？对这些不上班的人来说啊，到小城市那不是更轻松吗？不需要跟人抢，不需要跟人挤，也不堵车。如果你身体好的话，也不需要天天往医院。这个对那些啊，在北京、上海刚才说的买不起房的，你还在那打拼的，有的人恐怕到退休都买不起房，都是租房住。我觉得也没必要紧张啊，你把身体养好，等到退休了，跑到云南个旧啊，跑到广西北海或者什么地方买套房，也不贵。你虽然在北京、在上海买不起，但是你攒点钱在这些地方买房还是可以买得起的，对吧？到时候就在那儿养老，但是前提是你要身体好啊，你要指望着别人照顾你那就不行了啊！你要指望着北京、上海这大城市啊，这个房子要进行适老这个改造啊，让它变得可以接纳老年人租，这个是不现实的，这个只会停留在宣传上。如果你是房东的话，你也不愿意把房子租给一个七老八十的人，事儿太多，对吧？一听说你要给老年人租房，人家即便表面上嘴上不说啊，但他肯定找别的理由不租给你。关于老年人租房这个话题啊，它涉及的面比较广，对吧？又涉及到养老，涉及到医疗，你要想解决的话，不是那么简单。所以说，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自己啊，对吧？一个强健的体魄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